好，现在为你示范小勇士登高竞赛的一个方式。首先是每队4个人一组这是我们的起点，也是我们竞赛的一个终点。那开始的时候呢，4个人按照跑道1、2、3、4跑，1、2、3、4、5跑道，每一队呢分成一个跑道。那第一项呢就是简单的一个热身这个跑步，就是绕这个操场跑到我们的爬杆场地大概距离是150公尺选手只要慢跑就可以了。那跑到那个爬杆场地进行这个爬杆第一项的爬杆。好，那我们现在先从这个起点开始做示范，各就位预备，后。好，绕着这个沿着跑道。这个是我们将来的爬杆场地会设在这个地方，那到时候会加深，那会按照一样跑道有1、2、3、4、5支爬杆，那各队呢依序爬杆爬到上面完毕之后，完成4个人次4个人都要爬到上面然后呢爬完之后呢，再顺着这个阶梯做一个路跑爬杆场地大概是这样子大概高度3公尺就拍打上面的横梁就可以了，就可以下来了。那注意下来的时候特别小心不要双手一撑开就滑下来叫安全第一。我们来示范爬杆到达爬杆场地之后呢，就直接进行爬杆，因为裁判会说各就位如果说这个班同学一直爬不上去，可以先有下一个同学来。那如果说当中有任何一个同学没有爬上去，那我们会做一个扣分的一个动作扣分的动作就是那一队留在这边，等到每一队都爬完之后扣留20秒的时间让他们再进行到下一关。那我们来看一下爬杆的一个示范。要拍打上面。好，拍打之后呢，你听到声音就可以下来了再下一个，4个人都要爬上去最后第4位开始。好，手拉上去。好，来这边。如果第4个都爬不上去，那裁判呢会让该队先在这边等候，等到每一队都出发完毕之后，计时20秒再让这队往下一关出发。完之后呢就进行路跑。那路跑呢在这跑就从这个阶梯上去去背回信物再跑回来到时候都会有前导车引导这些路跑的同学。跑完之后回到学校一样从这个阶梯下翻回来然后进到跑道行进到下一关是我们的剧目。到我们这个下一关剧目那选手呢依序排队将这个到面向司令台依序呢将用锯子将木头锯开。来第一棒开始。好，夹子切断好切完的同学呢完成1块就到后面去下一棒那这个木头事先都会做记号后选手只要沿着那个线去就可以了。好，下一位。等4个同学都完成之后呢，再到下一关。来先示范，先讲解直山猪的场地这边是我们的攻击线那我们的目标物就是山猪的靶子前后距离6公尺那选手呢直山猪矛直矛然后直出，那射动山猪上面靶都有分数，那累计50分才可以到下一关。那4位同学轮流去直那直完的同学呢就回去就前去把那个什么矛再取回来交给下一位同学。好，来看一下示范，交给下一位。要小心，那后面会被打中。能打吗？废话，重。是4个人合力抬起重物等于是我们的猎物才为终点。来，一人抓着一脚，同心协力，合力将这个山猪我们的猎物抬回到终点，拿起来就开始跑走了。